过目中家啥，不给难的路，是个姐。和那说，他已经当个社区上班完了呀，说是老不你个准了，出不吃吧，穷死的多了。对，他那说个，你们晓得呀，怕是送个样吧？怕是妈妈把我那干个平常。用不是的，吃不的多了，但是那些没，样的，而且这个没劲了，打的嘛打，老出来了，哦，我对你们要怕是中国人了，那，你不要用个的了，哦，安尼，我贴。啊嘞，勒死，能打么个？老，勒死，老。对是的，注意冷些吧。俺这重村路不，怕是总个用过的意思。爹妈在家那个金大钱不接的用过的意思的。但如果的路不家个给新买的钱，车上俺爹，路不家个给不着钱送给，若不得钱过的，他那没得鸟着来做的事啊。还有当俺的。我知了，那么人家怎么拍的吧嘞？人家往这丢了，是不是？大顶上俺这北方下的江南路段都是高点不就能给我嘞？这单位俺这个下的从个女，他因为第二日的要出门的节。像这袋子修给看着，大了都是从跟着女着呢，年纪轻了，来那么人家修的这个了，啦，不是，你不，我知啦，准备，俺的农机不过，怕是从也吃点吧，但那你们楼上图书，打了图书，鸟袋子有把给的些。准备，准备啊，说是多把俺这个讲吧，俺得怕是送个用的，还送啊，哦，从跟这讲，从我没多呢，多压是喂啊，妈吧，你是那从养牛我小姐，然后都到年充价格了，怕是干个平差不的，对，用吧，干个平差是，哦。平常你老门进这都把感觉，是他，没得给这些单了。俺老门进去，说点么大个用没的？那个做谁的？我打明的给什哪里说是东大吃家吧？看说的，但我用派算吃家吧，弄个几吧。俺rock je pasha de tem daga nyos mikela yuta mindo mikela ninji mindo ngala robo ji yeshane tem daga nyo yesekin来，狗的妈说的，还是你不让龙老马的，对的。可是讲那个金大钱不去给，说呀，怕是来装的是的，说是家个马心切，装也不得，不给吧？当俺这家个来现场，俺这怕是的装吧，得看着要的呀。点么嘛喏，但是你家个就是你怕是那个他们工作总是说是面对。家个给这怕是总个意思。三大呀，那个有，那眼点不点的？说是点的。呀，你怕是总个。有，怕是个别说啊，怕是个别说啊，怕是个别说啊，香肠是个别说啊，腊肉是个别说啊，呀，这大羊多好不是多了？有人吗？没人，我有他。你们两个不是人吗？我们不是人，我们是卖猪的。打卡的是我们，有人。你好。哎，我是从内地来的游客，今天专门到这里来买特色产品来了。哦，您是主任说的吧？对，主任说的。请进。来，送给。空家那个金大钱不意思皮里点用这怕是来是有个意思的。你好。哦，我好。对。哎，牙请，好嘞，怕酒的。对，这里有猪肉。好，这是大哥您的猪肉啊？对。不错哎，老板介绍一下呗。这个干死给你，怕是我这去打送给。这还会怕酒的。这个我这工作结完了。你可能看的三队你的确。你还会怕酒的。您三队有什么嘛？什么？
光山就看有没有年干还过了，对呢。哎，老板，哎，您想了解什么，直接问他。哦，行行行，那请问老板怎么称呼呢？车祸是那没这年纪拉不说不能。啊，不能，我一个轮子都没有，怎么车祸嘛的？是的。啊，喂，大家这是称呼什么的？俺呢？称呼说是名了呀，看的是我的，送我的，好我是个。啊，这我这民路蹲着巴士呢，我这哈姑姑。你若不去吧你？若不这么个，我这手头吧，我怕头，我都头去。没得举到进度，这。阿姨，我有这么老吗？婆婆罗圈圈顶着了阿姨是你好的。俺都工作小我呢。美女是怕呀，我就写她的。人吧，才说俺这还不会呀，他怕酒，切，牦牛，牦牛？看的牦牛，美女啥？还不会去，怕头的，马头，没得举到这，美女，哎，出来，出来！我的名字啊，你的名字？萝卜炖猪肉。萝卜炖猪肉。啊哦，这个我吃过，特别好吃。不，肉有嘛的？啊，萝卜炖猪肉没有肉。没有肉。哦，萝卜炖猪。对。那请问你的猪平时是怎么养的？来，姐妹，俺来萝卜鸡的，若不摸我是啷个了吧？渠道差不多是啷个了吧？绝对他们呢，俺萝卜鸡过，这里萝卜鸡的，你说小木请个这个，什么？哦，谁啥干的呢？啥大呀？哦，对啥？看个收下钱了。说是怕不得给，能就肯这节送一把送给，还我是给。啊，这我这怕跟这属于么？我这还我举到菜了。啊，你若不知道啥吧你？萝卜鸡么个？马头去，对，没得举到进度。这。美女，哎，我猪。你猪？哦不，我的猪。哦，你的猪。早上山上放了嘛？山上放了？山上没有房子嘛？没有房子？那什么都去了嘛？什么都去？这边也去了嘛？那边也去了嘛？这些的，人家面子是人家东西的这个介绍着，最多几毛块钱。我啥？上面吃药，下面喝水，肉干净的一大糊涂姐，都是嘛的？我都是白的。大哥，抱歉哈，我还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得说啥？看那些给哈我们弄，我把喂，哎，看见吧他了？你香肠的腊肉的狂我这些，这就是你若不晓，哎老板，出开他，你若不去，我不这么我这觉得会，你但瞧的个的永远忘不了的。这明天知道。哎，美女，哎，这个是香肠，香肠。这个是腊肉，这不是腊肉的香肠，这不是腊肉的香肠，这不是腊肉的香肠，大哥，这不是大哥，
我知道这两个是什么，啊，你就给我说一下，你卖的腊肉跟香肠有什么特点？太真实了。啊，特点，来来来，继续继续，来来，准备，拍住，阿舅，月面拍住，香菇，阿姑，爸爸，看你爸爸他，他估计肉几几的，若不明白多点，叔叔给对应的，拍住，拍住去。有，哎，老板，哎，您请问他，别上，有，他的猪是怎么养的？哦，对对对，我跟你说呀，啊，他的猪是纯正的藏香猪，是吗？，对，都在我们老家山上散养的，三种几三了，吃的是野生的植物，喝的是纯天然的矿泉水，所以肉质好，肥肉少，好吃又有营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对，이게 소설 개개 준비 공가 하고 없자.我这个能给，你讲给的我那里，我能差不多，我那里去，我能一百才少少。当啊，这个，老板，哎那您后面问的那个问题，哦，对对，我问他，哎他卖的腊肉跟香肠有什么特点？好，懂了。对，宽个送牙钱呢，说是中央给香肠的腊肉的开酒卡的要来送给，猴子开就越火着，特点有，开就不至于吧？特点还很多，开就现菜也没吧？特点说也说不完，开就俺们主菜上，特点慢慢折成，开就这，特点，卡的死的，你讲给他别做着去，哎，俺点这么久，马上能对的，人家要的是多多，对，我要的是懂是什么？到就是丽丽，对，丽丽又是什么？这是重点，对，对，我要的是重点。来，什么妈妈那事我就不要了。他选我这钱，你腊肉的那嘛，香肠的那路远了啊，别把写开了，越路，你这个面子忙不起路去顺着吧。好嘞。这个香肠里面灌的是藏香猪的肉，还有炒青稞粉，还有很多野生的香料。哎，对，做的很不错哎。腊肉的那才下你，但俺准备把写给你牙齿的那妈你，你将那个水晶苏丹的这顺着吧。好嘞，这个腊肉用的是藏香猪身上最好的肉，用内地最传统的方法做的。到底就算比上你个妈子，这不仅是纯正的藏香猪，我讲这个实力，绿色食品，卡拉心吧，香味可口，绿了片吧，健康营养，发现那个最大猪肉里的极品。要写死，你说的好，俺给他搞不住，我爱你。啊，你在说什么？哎呦，卡这边对不起，我什么意思？对不起，你们真的是太幽默了。王总，哎，我猪肉怎么样？你的猪肉啊，真的很不错。等我回去以后，直接给你下大订单。大订单。对。大订单啥？大订单啥？大。卡去的，这主任了，大订单是你告诉我呢。大订单是那从前不是干你事。我到这样是不是就是河南的？主任，王总你好。啊，好久不见。他的猪肉怎么样？真的是太棒了！等我回去以后，一定要下大订单。那太感谢你了，谢不谢。过我今天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我们下次再见面，好好聊，好吗？好的。那两位老总，哎，哪多懂的，你也当个吃吧。那两位老总，我先走了啊。好。我就大订单这件事情，我们下次见面好好聊。好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这个是我的心意。哎呀，别，一点心意嘛，尝一下。哎呀，那太不好意思了。没有。那好，那谢谢啊。好，再见。好，拜拜。主任了，哎，带起两个姑娘就来个，干个猪票一道。让我媳妇听说。儿子，准备我压中我，俺牙怎么了的？对，主任那个腾给那卡巴来接，俺天苦，让了若不起送给。他这就刚主任那个男的，主任了，但我呢，说是团在要有的，说是这个马线，我打出门个东西，干来这不行多过了。大人弄不？但俺这新我所需团在起了找过去，
假个倒是嘛真可用嘞。是的，是的。那哪对的？让他吉米，那个卷他天来看过的要嘛的，但那吉米个假个身上从来天让来都还是个强的问呢。我的没问题，真当机有吧？俺没问题，搞不些机有。主任，对不对？你嘛俺就重村那了。来头如果给老คน那最给一打给个能不能对？对，奴不几千的用个嘛的，谢谢打扰了。哦，这侬不？卷他丢过去那老脚嘛真可用的呢。是啥？我弟弟怎么了？我弟弟怎么？你阿家跑路给着俺这头没吧了？阿姐跑出来。阿拉妈，你阿家不给着的啊？这个着俺这头没吧了？他现在怎么了？你们得人家送着，你明年我上路啥不去干着？你这个的怕也回去讲着，你怕这个他们讲那从这个断头接，别我呢？在这。阿拉我这边，主任啦，啊，今那你个你这个录音给了哪跟着的呢？他听。刚才是哪？那个。啊，对，多钱呢？大家你试试上个那什么东西点给你，你做什么吃个去？什么？好，